新庄文艺中心内面的布袋戏文物馆，长期伫咧做布袋戏的保存甲推广。今年成立是第20年啊，特别和在地真快乐奖中剧团甲艺术家合作，透过由画3D 的应该影像装置等等的创新方式来展示布袋戏，带民众行入去布袋戏的新时代，也熟悉着新庄在地文化历史。 布袋戏的红仔头配上灯光闪烁，敢若亲像红仔咧互相对话。这是当咧新庄文艺中心的布袋戏文物馆展出的AE3处方布袋戏特展。这3处方分别代表再创作、再想象以及再制作。展览由真快乐奖中剧团策划，甲3个艺术家合作，用油画、影像装置、纸棒以及3D 列印等等多媒体的方式展出。剧团认为布袋戏虽然是传统艺术，但去思考创新或者是现代化，并无冲突。 你讲传统甲现代即个物件，伊是同齐进行的，毋是讲咱即摆已经现代啊，所以传统就无去啊。啊嘛，毋是讲咱即摆拢保留传统，咱就无法度搁较现代。其实咱即摆是讲，即个传统物件，佫有啥物可能性会发生。 新庄文艺中心讲，因为新庄有一条戏馆巷，过去布袋戏的文化真兴旺。展览中会当透过在地画家简文林的画，看到过去新庄人生活中的布袋戏文化。因讲新庄布袋戏文物馆到今年是第20档，这个展览是希望透过布袋戏，让民众知影地方的文史。那这一次的展览比较特别的一点是，我们除了就是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内容之外，我们也邀请我们新庄在地的一个油画家，那为我们画出我们早期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景象，然后融合在我们的新庄老街上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呈现。布袋戏伫台湾的发展超过100档，对外台、内台到电视、网络，经过几6届的创新过程。剧团讲，这届展览上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布袋戏伫这个时代的可能性，望这个表演艺术会当搁一届融入民众的生活中。记者王可山、柯秉在新北报道。